因为这美国关税政策关系，行政议会在今仔日通过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草案，规模4100亿。 内容除了有这产业支持方案880亿，另外搁再加50亿，也增列着这半补台电、绿健保和弱势补助等项目。主计总处强调讲，这4100亿，这个特别预算呢，拢是对这税收来的。也那在野党时把呼吁讲，要普发现金。行政院长杜英台也表态，讲这不是上介好的解决方案。副院长还在这里等待最佳的时机，而且未来。 当然，美国是我们一个大的市场，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市场。台美关税谈判进展各界关心，杜永泰强调，谈判团队咧等上好时机，希望用伫更较紧的时间内有效谈判。行政议会支持通过影响国际经济、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，预算规模4100亿，其中原本880亿产业支持方案会增加到930亿。我们增加了协助企业升级转型。 设备汰旧换新的50亿，所以这个部分会增加到930亿。我们再提出挹注台电公司的健全台电财务结构所需的1000亿。 草案提出10项措施，包含提高产业竞争力、强化农业应用支持、挹注台电甲绿健保加强照顾弱势、强化国土防卫能量等。1400亿预算包含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、经济振兴产业支持930亿、社会支持含台电补助1670亿。其中影响美国关税产业支持方案金融协助放入砍斩，那营业税退标准由15%放入到10%，减发转型补助加争取海外订单申请资格，也放入做直接或者是间接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的申请。你的下游的出货商，那他可能被这个退货，或是说他可能这个因为受到关税的影响，他的货品没有办法顺利出货，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算作是被受到间接影响的。 行政议会也通过11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税入存3589亿，连续8年总决算税计存的盈余性4700亿，唔免压制。你把1万块发给每一个人，倒不如你把5000块发给他手上没有5000块的人。我们就用这样的概念，把弱势先照顾起来。 财政部进行公布税收净额关注预算5283亿，那也提出普发现金1万加敲定还税的法制化。不过，杜英泰强调，国家面临外交、军事财政重大冲击的时阵，干那用发现金的方式，不是怎么解决国家问题上好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